过来看中部地区的风是真透，昨暝台中就有树啊去互风扇倒去，缀着路边的车，搁造成一个骑奥多麦的人受伤。另外，云林嘛出现11级的阵风，落水溪这几天拢是土刷营业。监视器翕到车驶伫市区所向停落来，原来是河路树公路。2暗时6点外，都是下班时间，台中市西区的中平南路车流量真大。暗过伫向上路口有路树，挡袂牢强风刷倒去，树花落规涂骹，交通也受阻。迄时阵伫现场有2台车，一台汽车受影响，有一个技师佫被跌伤。正常的车辆，车速开过，加开，因为迄当阵车嘛真济，差不多开到40-50，就执行嘛，如果一般用小就好了。伫台中市区成功3月中港店外壁玻璃也破去，因为风势伤过强，好亲像互扣起物件去公路受损，民众经过时阵也心惊。如果有安全顾虑，是检查比较好啦。都时常在那边逛街，我们还有去百货公司里面呢。成功3月也表示，第一时间除了清理现场，也确认其他部分无受影响，已经换新的较无安全。受风台宽流甲东北季风的影响，那台中市区靠强风，海线地区阵风也10级。伫云林的落水溪南岸，阵风高达11级，也和落水溪水尾拢是风沙。你溪底迄块芦苇还未发觉到，所以北风靠来打，伊就是会飞起来啊。因近期浊水溪水位逐渐下降，滩地明显浮现，裸露面积约达400公顷，加上近日无降雨情形，造成土壤干燥，强风吹起，引起了扬尘情形。苏福局表示，最近强版效应影响之下，落水溪河口风沙真明显，已经启动相关应变，希望减低影响。气象处也表示，虽然中部地区落雨较无明显，暗过地形的影响之下，沿海甲开阔地区风势也是真强，提醒民众爱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